歷代志下第4章。他造一座銅壇，長20肘，寬20肘，高10肘。他又鑄一個銅海，周圍是圓的，直徑10肘，高5肘，用繩子量周圍是30肘。銅海下面的周圍有牛的樣式，有10肘，繞着銅海。牛有2行，是造銅海的時候鑄上去的。銅海安在12頭銅牛上，3頭向北，3頭向西，3頭向南，3頭向東。銅海安在牛上，牛尾都向內。銅海厚1掌，邊如杯邊，像百合花，容量是3000巴特。他又造10個盤，5個放在右邊，5個放在左邊，作洗滌之用。獻燔祭所用之物都洗在盤內，但銅海是為祭司洗滌用的。